继续来到宜兰，这地检署把这个侦办着死亡人数的案件，搜索着国民党宜兰县党部等6个所在，约谈着15个人。结果，县党部的前书记长、现任的总干事甲主任3个人防收押禁见。另外，这个县党部是来指控着检调。扣走着中选会公文，这个地书因无法度来领第2阶段罢免的联署书，等于是没收着民众的罢免权。检察官伫第一时间讲，因无查扣哦，也毋过尾也搁来解喙，讲是无小心甲物件砸转去。引导我们队伍后面。伫无法头淡淡有写出甲规个面抓咧，伊是针对民进党立委陈政府发动罢免案的带头者，公车顶的各有副带头者，拢去调查官移送地检署复讯。涉嫌伪造文书含违反个资法，精神分别以20万含15万交保。宜兰地检署侦办幽灵连署案，24号所属国民党宜兰县党部，拢总约谈10几人，包括县党部的前书记长含总干事各主任收押禁见，毛党员精神过交保，随赶紧来驳回。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写过联署书，也没有看过啊，跟我写的笔记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这就是很冤枉的地方。干部涉案检调搁伫咧厘清，所扣国民党县党部指控，所属的过程扣走中选会公文。调查官手头摕的牛皮纸底下，就是所属查扣的相关文件。新闻局竟然业中选会公文，地书无法度领第2阶段罢免的联署书。这么重要的公文，你会不小心查扣，把你压，马来公我不小心压错人了，这个。司法不是儿戏啊！宜兰地检署虽然昨暗时夜真紧的发新闻稿，强调无查扣公文。当时他是由跟一些文件一起带回去的，不是特别针对这份公文在做查扣的。检方讲，当事情反映过就随处理，嘛已经解决。不过联署到达性质，任何细节拢必须大家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